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俗语讲：死前活后，未死先草。这个意思是讲，有的人有钱有势，抑搁伫咧，就已经臭名，互人翕相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“活”第八条。这个“活”就是生的意思，颠倒变的词就是死，生活也就是生存，正活泼、叮当、春轮筋骨，或者是讲为了每一个目的伫咧行动，咱讲是活动。若是讲一个人生活真爽势、真好过，咱讲这个人真快活；若是讲一个人真痛苦、真悲伤，咱讲这个人要死要活，嘛有警惕人的意思。另外真活骨，咱讲真活跳，强强要安怎，咱讲活要安怎。这个文音读做“发”，同款是第八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“假死假活”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假鬼假怪、假死假青。第二个词读做“死者活者”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食硬饭。较早嘛有个字典讲是食死饭、白食的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艰苦头快活尾，意思是可劝人爱脚踏实地，唔通死者活者，要食唔讨趁。一个食苦就假死假活，安尼就袂成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“活”第八条，另外一个文音读做“发”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